Hello，大家好啊，歡迎翻嚟 Trade 叻啊，咁就繼續由我去同大家講關於 Prop Firm 嘅事。咁就點解一開嚟呢度 Top Step 咧？咁就事緣係有朋友問我，咁佢私底下 DM 我，就問點解 Top Step 唔好啊咁樣。咁因為我之前有會員問我啦，就話而家用咩 Prop Firm 好。咁我就俾咗啲建議大家，咁然之後我話 Top Step 係唔好嘅，因為佢最新嘅出金規則係好唔 friendly 啦，咁所以我就已經暫時唔考慮用佢。咁個原因係咩呢？咁就而家同大家講一講。咁就去依度嗱，最新 update 嘅，咁就已經寫得好清楚㗎啦。去個網站嗰度，你直接 search 翻 Top Step Payout Policy 咁樣都會揾到嘅。咁就寫晒喺度啦。首先就係呢個就原本一直已經有㗎啦。你我而家全部講嘅係 Funded Account 開始。咁就 evaluation 嗰啲已經唔講㗎啦，直接講 funded。咁 funded 就最少要有5日 trading days 啦，你先至可以申請出金。而點為之計一個 trading days 咧？就係你要賺150或者更多。跟住你唔需要連續嘅，你可以隔開都 OK 嘅。咁呢啲係基本嘢嚟嘅。咁但係佢新嘅規則係啲咩呢？就係呢一句啦。你要當你出咗第一次金之後，你下一次出金你要多過上一次，你先至可以繼續出金嘅。咁個意思係咩呢？佢呢度講得好清楚㗎啦。呢個係相信有玩嘅人都知㗎啦。冇玩嘅就簡單講講，就係你每一個 account Top Step 最多可以一個人擁有5個 Funded Account 嘅。咁而佢每一個 account payout 最多每一次係$5000美金，或者 up to 50% of 你嘅 balance。個意思係咩呢？譬如你一個 account 入邊賺咗10000蚊美金，咁50% 你就可以攞5000出嚟啦。咁如果你賺12000，50% 應該係6000啊嘛，但係冇嘅，佢 max cap 係5000。咁個意思就係咁啦，即係你賺2000你可以拎1000，4000可以拎2000，就係咁樣咯。呢度好簡單嘅。咁佢呢個新嘅規則係點呢？呢度可以講一講。譬如你賺咗6000蚊，你 meet up 晒佢嘅 target 啦，佢嘅 requirement 啦。咁呢6000入邊，你可以拎3000出嚟。咁你而家剩翻3000啦，係咪？第二次 payout，譬如你賺到3600蚊，咁你先前個 balance 出金出咗3000啊嘛，咁咪多過你而家3600，即係你多過3000啦。咁你係可以拎出嚟嘅3600嘅一半就係1800，咁你而家個 balance 剩翻1800，你拎咗1800，係咪 ？OK， 第三次 payout， 當你賺到4000蚊，4000蚊你上一次嘅 payout 係1800啊嘛，唔係，上一次係啦，你 balance after 你嘅 last payout 係1800，大過1800，你而家4000，你都係可以拎出嚟。咁你就拎2000出嚟，剩翻2000。然之後第四次 payout， 你剩翻1800，即係你原本呢一次 payout 係2000啦，跟住你輸咗，咁你剩翻1800啦。1800，但係你上一次嘅 balance 係2000啊嘛。咁你係唔可以拎出嚟，因為你要過翻 over 2000，你先至可以拎出嚟嘅。咁呢個就係佢嘅最新規則啦。
咁個問題係啲咩咧？個問題就係，假如你第一次賺咗好多錢 ，OK， 俾個例子嗱，譬如你第一次賺咗1萬 ，OK， 跟住 pay out 5000 balance 5000，呢個係 first pay out 啦。咁你下一次 second pay out， 你 at least over 5000，你先至可以出到金。咁如果低過5000，你係出唔到嘅，不能出金。咁個問題係啲咩咧？就係你永遠都要 keep 住，要係 over 呢個數先得。永遠 over 你上一個 balance， 呢個就係最大嗰個問題。因為如果以前嘅情況下，如果你係出咗你賺咗1萬，跟住出5000，剩翻5000，你第二次你可能贏贏輸輸咁樣，剩翻3000，你都可以 pay out 1500 balance 1500，呢個係舊嘅 rules 嚟㗎嘛。咁你唔需要一定要 keep 住追求，你一定要 over 5000呢個數咯。你嗰個贏輸嘅壓力係會低好多。但係而家你永遠都要 keep 住，即係可能話，我 balance 剩翻5000，咁我 keep 住每日賺150，跟住可能day one 150乘150乘150乘150，我打最少 target 咪得咯。咁你咪會有5750咯。咁你咪可以出咯。理想係會咁諗，但係你唔係一定贏噶嘛，你會輸噶嘛。如果你輸咗，你都仲有3000剩，即係可能 touch wood 你輸咗2000，譬如 touch wood 你負2000，咁你 balance 仲有3000，跟住你之後可以加翻150咁樣。你都仲會有3750，咁你 pay out 都仲可以50% 咁樣啊嘛。但係而家呢個新 rules 你係冇咗呢樣嘢，你就變咗你必定要贏，咁你就會難好多咯。係最起碼係比以前難咗，咁呢樣嘢已經足夠令我唔會考慮佢咯，因為仲有好多其他選擇。Lucid 啦、Phoenix 啦、Apex、Tradify 呢4間都比佢好咯，所以就係呢個原因，我就唔會考慮打佢啦，就係咁樣。咁今日就講嘅嘢就係咁多啦，唔係太長，即係唔講太長。仲有另外一樣嘢想同大家講嘅，就係我哋嚟緊2月7號或者8號，我哋將會有第2次。我哋上年搞咗一次嘛，上年6月開 TradeLab 嘅時候搞咗一次實體嘅 offline course，咁就免費分享，同大家講下技術啊，傾下 trading 啊咁樣嘅。咁2026年打響頭炮，我哋就2月7號或者8號實體分享會又嚟啦。
咁就7號定8號就未知，咁啊暫定可能係8號比較機會大啲，咁就要睇下 book 場嗰度點樣啦。咁就主要係有我啦，有我阿柱啦，跟住有 Sam 哥啦，同埋有雲哥嘅。咁就有我哋3個同大家講下分享。咁就依個分享會就因為講比較 target 一啲喺期貨啊、prop firm、交易新手比較 focus 呢3樣嘢，主要係歡迎新人士、新會員為優先嘅，咁就歡迎大家 join 啦。嗱，首先join 咗入嚟 Discord 先，咁因為我哋會喺 Discord 嗰度公佈嘅，係啦，入嚟我哋 DC， 入嚟我哋 Discord， 詳細嘅地址時間會稍後公佈。To be confirmed， 係啦，就係咁多，咁就多謝大家收睇。有咩就再 Discord 嗰度揾我啦 ，DM 我又得。喺個大群組嗰度，即係吹水區啊，嗰啲問又得，即係吹水區。嗱，依個 area 就係全部任何人白兵都可以喺度傾偈嘅。喺度可以留言，係啦，呢啲就係睇我哋最新知識啦。咁跟住，如果入咗嚟就可以加入我哋嘅，即係開戶就得㗎啦。Pepperstone 或者 Vantage， 咁就詳情喺呢度，咁就可以入嚟啦。或者兩樣都唔想，可以 join Patreon link 喺呢度，咁就入咗嚟就可以睇到我哋嘅即時短炒資訊，每日都會有嘅，每日都出圖，每日都有資料。然之後就係啦，外匯、商品、指數、期貨、Bitcoin 嗰啲都有。咁另外就仲有啲 Playbook 啦、ICT 嘅精讀啦、廣東話、中文，咁就歡迎大家加入。同埋就主要係分享會啦，2月7號或者8號，歡迎大家。好，咁就係咁多先，多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